收听3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3章20到26节。在那生命当中的苦境，真的就在那苦难当中，还没有经过的时候，还在那历程中，我们的生命那真正的自由在哪里？今天分享不知道的生命自由。一位年轻人，他对他挚爱的母亲说：不要救我了。原来一个前景看好的年轻运动员，竟在一次运动训练的时候受到严重的撞击，伤到颈部以下这个脊髓神经，必须终身与轮椅为伍。心中好多负面的声音，为什么是我？也太倒霉了，怎么会就这样发生？到底为什么？心中不断的负面声音，然而他的母亲不愿意放弃，带着他求神问佛，带着他看医生，想尽办法。在求神问佛的过程中，花费大量的金钱，也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心里更加负面。听到许多的言语说，这就是因果循环啦，这就是这个累代的咒诅啦。过去后发生很多事，所以今天你才会这样啦。心里不仅没有得到答案，反而更加的负面，也面对庞大的医疗费和自己身体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，心里到最后真的就像这句话：不要救我了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约伯也真实的表达他真正的心情跟感受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从约伯记第3章开始是一连串的哀歌，也就是他用唱的。他在唱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唱歌很多时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他在表达一个情感到一个程度，就像今天的经文，就在那苦难当中的人。我想今天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对，这真的是我的心情。说为什么让悲愁的人继续生存？为什么让忧伤的人仍然看见光明？干脆不要看到好了。他们求死不得，他们宁愿进坟墓，不愿得财宝。是约伯他自己经历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有发现吗？他同时也在为那些可能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人，他讲别人的心情，其实他是在讲他自己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事情牵动，可能我们在讲的是我们自己。他说，这样的人到死了，到埋葬才有真正的喜乐。上帝使他们前途渺茫，从周围困住他们。所以我在这里以叹息代替食物，我吃不下，我呻吟哀嚎像水流不止，因为真的身体太痛苦。他那时候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，他所害怕的事一一出现。我们看见他失去财产，失去儿女，现在甚至失去他的健康，恐怕要失去他的性命。他说他没有平安，得不到安息，的烦恼没有止境。我想如果这位年轻人他读到这段经文，他或许也是这样想的。可能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都会这样想，然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，心中不断的负面声音，看看环境也真的很负面啊，所以就一直专注在那个苦难当中，一直专注在那负面当中。在之前有一次的迦南之声有分享过，有位医生面对到一位这个科学家，然后他那时候有发表他自己的论文，就讲到其实忧郁是因为一个人他不断的以自我为中心，到一个程度他已经无能为力走出自我中心了。所以他的建议就是希望，如果在那当中，其实你可以试着走到大自然中，你会看见出自己以外整个环境所带来的自己以外的想法意念，
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在苦难里面，人真的很难得到自由。那个自由就是我可不可以选择除了负面以外的其他声音？我可不可以选择除了难过以外的其他情绪？我可不可以选择只看见这件事情以外的其他事情？其实在苦难当中，就好像今天的诗歌讲的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勇气来跟随上帝的脚步。我们真的很需要勇气，让我们的愿意，让我们的愿意，可是好像无能为力，需要被带着走。真的因为相信上帝要带领我们从那个苦难当中渐渐的走出来。这位年轻人在一次住院的时候，有人来医院传福音给他，当下他没有相信，然而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探访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爱真的是能够让人的生命来经历上帝。就在那当中，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原来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别的可能性。颈部以下都不能动了，有什么可能性呢？就在认识上帝话语的当中，他自己最大的领受不是什么患难生老练啊，老练生盼望啊，他自己最大的领受是今天 RPG 的经文，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在约翰福音8章32节，真理叫他的生命得着自由。什么样的自由呢？我虽然颈部以下不能动，我虽然跟过去完全不一样，我虽然仍然在面对病痛，在面对需要复健，在面对这些医药费，在面对这个环境的眼光，在面对这些心理的落差，然而上帝让他看见他还有可以思想的脑袋，还有可以画画的嘴。真的是没有想过，后来这年轻人就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仰，也在一次又一次，真的是从上帝来的爱，从家人来的爱，从弟兄姐妹来的爱，从那个很真实的绝望，很真实的苦境中，经历到很真实的上帝。真理也是真实的，他带领人一步一步走出自己没有办法得自由的心境，让我们因着我们愿意相信，可能起初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需要被带着走，但上帝他不愿意放弃，他今天向你的生命说话，他要带领你在一步一步的脚步中来经历从他来的勇气，从他来的能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使我们的心得到自由的上帝，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境中，求你来安慰。特别像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这是真实的情绪，真实的感受，但主，你是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得自由的上帝。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们，求你医治我，医治我们。如果这是我，主啊，让我不专注自己的苦难，有勇气愿意转向你。求主你来带领我，让我看见在这苦难当中，我要怎么样能够渐渐的得着自由。主啊，恳求主你也真的透过我身边，让我有机会来转向你，让我有机会不再专注自己，而是能够来遇见盼望，能够来遇见你的爱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来带领我们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在苦难当中真的不容易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走过了回头看，
才觉得恩典满意。但在那过程当中，我想我们需要彼此陪伴，领受从上帝来的同在，他今天要帮助你，安慰你，医治你，让你的心先得着自由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